今擺有真濟人袂輸講，伊若准小批練，伊就贏。有民眾投訴講呢，這高雄前鎮新公路頂頭的智慧停車格有一台車無掛車牌停佇遐，對2月底到單呢停要1個月時間。10號下晡呢，這交通大隊才來甲車拖走。民眾就質疑講，敢是為着無要納這停車費，或者是無牌的車違規上路咧？這交通局表示講，因為伊無掛車牌，無法度甲伊開單，後續會交予交通大隊去處理。那附近的住戶是認為講無掛車牌，唔免納字停佇遐、等佇遐，已經影響到因的權益啊。高雄市交通大隊的拖車一到櫃，開無5分鐘的時間，就甲這台無掛車牌停佇咧智慧停車格，已經特別1個月車拖登去保管定處理。有民眾投訴，對2月20日起，無意中發現這台車無掛車牌停佇咧新公路智慧停車格，對了3月初要甲車駛走，一直到19，這台車攏停佇咧同一個車格。民眾質疑無車牌是要安怎扣錢？攏袂使拖掉嘛？哎，大概是要安怎貼？可能是這裡的住戶吧，因為他想要停車，然後又不想要繳費，感覺是這樣。那你覺得這樣的行為妥當嗎？當然不妥啊，這個應該要檢舉。廠商可以透過系統異常告警及後台人員介入輔助，及時派員至現場補拍照片，並登錄系統收費。交通局表示，這不是個案，智慧停車格有鏡頭會當即時發現違規，派人去處理討費用。因佇2月2日就發現迄架停車有過樣，不過因為無車牌，無法度扣停車費，嘛干那會當通報環保局甲交通大隊去處理。環保局確認不是報貴的車，我交予交通大隊罰落，就安尼拖到3月19才來甲車拖走。那民眾感覺效率傷歹，議員也認為市府要檢討改進。未來應該要研議將沒有掛牌的車牌直接視為違規，加強裁罰的一個依據。再來呢，還要建立這個無車牌的車輛快速脫掉的一個機制。停車格是公共資源，不能讓守法的人反而是變成最吃虧的人。市府應該要拿出積極的作為來管理。交通大隊表示，民眾無掛車牌路邊停車，要罰36000塊。這條錢若摕來納停車費，也夠有走。目前高雄市的智慧停車格已經有18000掛架，市府應該甲相關的配套措施做較完善的，才袂有人有樣看樣、受康受胖、烏白母。記者郭家祖、邱超陽高雄場報道。